北港镇安宫，这是咱云林县县定的古迹，内底真侪大师的作品啊。不过即摆是惊地动、惊漏水哦，这些作品去受到损害，所以即摆要发动一个修复的工程啊，差不多要480天。这个工程过了后啊，这个名师的作品就会当好好啊保留咯。 云林县定古迹北港镇安宫自1885年就起庙，当中有袂少大师的作品。不过年久月深，冇袂少损害。县政府就甲中央合作，替镇安宫做修复。希望讲努力注意，互这个工程会当顺利完成，互咱王爷公，互咱在地民众有一个好的所在。文管处讲，这届修复会用特殊工法的修复作品来延续百年古庙的风采。未来在完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提供民众跟进香的人更安全、更完整，也更具教育意义的古迹文化空间。这届经费是由中央县府和庙方共同支持，希望会当打造传统工艺文化空间，嘛传承信仰。让咱各个庙宇宗教的文化古镇再造一个好的一个景点。期待完工了后，会当甲大师的作品完整保存，嘛甲镇安宫的历史延续落去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